著名粵語片演員馬少英前日因心臟病突發不治逝世，而咁啱前日就係馬少英70歲嘅壽辰。當日佢喺美孚新村寓所附近嘅金碧酒樓訂下咗5席嘅酒菜宴請親友，點知生辰竟然變成死忌，佢喺壽宴前數小時去世。前日下晝，馬少英過海去到佢妹妹屋企拜年，下晝3、4點左右，佢返回美孚新村，途經萬事達廣場，佢突然昏迷不醒，佢身邊嘅朋友即刻報警，救傷車到場之後為佢急救，可惜喺送院途中，佢終告不治。馬少英早年曾經同馬師曾一齊演粵劇，之後從事電影工作，至今已40多年。佢所拍過嘅電影差唔多有200幾部，佢以飾演岳家姑自成一格。5年之前，佢轉入電視界。舊年8月，佢同無綫電視簽咗2年合約，最後一部電視劇集就係《家變》，佢飾演慈祥嘅三婆。其實喺幾年前，馬少英嘅心臟亦都曾經出現問題，而且休息咗一段頗長嘅時間。最近亦都減少工作量。農曆年29嗰晚，佢心情十分好，飲咗啲酒。當時佢嘅家人都勸佢唔好飲咁多，但係佢表示佢年紀已經咁大，就算死亦都冇所謂。不料一語成讖，據其家人表示，馬少英嘅遺體會送往紅磡殮房，有待解剖之後先可以辦理身後事。馬少英遺下丈夫張作康同埋2子1女，大仔張平權、細仔張平琪、女兒張波利，全部都已成家立室，綠葉成蔭。粵語片演員馬少英昨日下午2時喺九龍殯儀館大殮，3時出殯。由於佢生前人緣極好，而且一直都冇離開過影視圈，唔少圈中嘅老一輩以及年輕嘅藝人都有去到靈堂向佢致祭。同馬少英結義金蘭組成嘅12金釵嘅黃曼妮、黎卓卓、李善平、徐意、金露、鄭文霞同埋李月清坐喺靈堂嘅一邊，而由於容玉意同埋陳皮妹喺外國，所以未能夠去到靈堂向佢致祭。而黎文就因為抱病在身，而盧敦嘅太太高慧蘭就因為臨時有事，所以未能出席。因此扶靈嘅有到場嘅7金釵同埋許瑩英。喺粵語片時代，經常同馬少英合作嘅吳楚帆、李菁、周聰、李鐵、胡楓、南紅、陳立品都有去到靈堂。而廣播界嘅要員梁淑儀、羅仲炳、劉偉文、石少明、葉潔馨、吳慧萍、汪琪、鄧偉雄都有去到靈堂，親自向馬少英致祭。而由於馬少英生前樂觀，對人友善，同年青人十分投契，佢收下唔少契仔契女。當日年輕一輩嘅藝人同埋幕後，好似汪明荃、朱江、周潤發、林嶺東同埋伍潤泉亦都有到場。而據講，汪明荃一早就已經坐喺靈堂，直至馬少英嘅遺體送上靈車，佢先離去，可見得佢對馬少英嘅感情相當深厚。下晝3點鐘，大殮儀式舉行，各人喺辭靈之後，馬少英嘅靈柩就會運往九龍長沙灣天主教墳場落葬。